这是我们店下午茶新推出的西品，有三文鱼的，还有鱼子的，然后又新推出了各种的糖水。下午茶时間是下午2點到4點，然後水果和飲品都是24小時免費提供的。今日嚟到東門啦，準備去新能城水匯，真係好耐都未嚟過啦。聽聞佢哋而家新推出咗下午茶，連嗰個環境配套都升級咗一下，所以過嚟睇睇有啲咩花神。過到嚟左轉上去2樓就係啦，不過每次過嚟呢條死人樓梯咧真係好撚長。上到嚟2樓，前台咧同我介紹，就話而家新搞咗專車接送，可以來回新能城同香港，拼車又得，包車又得。咁畢竟呢度離口岸有段距離啦，如果係坐地鐵過嚟，都要行比較長嘅路，所以趕時間嘅私人咧都可以考慮下坐專車，慳翻啲時間。咁跟住我冇直接去男賓室，而係走過去女賓室嗰邊。咁話就話係女賓室啦，其實呢度全部都係擺咗嗰啲睡眠倉，總共有10零20個位。咁講真啦，喺度瞓嘅話，確實比大堂嘅梳化安靜唔少，最起碼冇咁多人喺度行嚟行去。由睡眠倉行過嚟，可以見到張桌球台，提供免費打球。如果一個人悶悶地，仲可以揾個教練一齊打。睇介紹佢嘅水平都幾專業喎，參加過唔少比賽，仲拎過獎。不過對於我嚟講，我督波水平比較曳啦，寧願就揾個美容一齊打好過啦。揾一個太專業嘅教練，屌真係驚佢一杆清台都唔使我玩啦，咁就冇咩癮啦。桌球台隔籬係升級過嘅包房，我就問部長有啲咩變化，佢就話梳化改得更加大，我覺得就差唔多咯。咁呢個按摩片段就唔係我拍啦，係佢哋嗰啲部長之前拍攝做宣傳嘅，就話一開始係單人梳化，位置呢比較窄。咁我望真啲對比，而家嚟講確實闊落咗少少，坐得唔會咁逼，體驗始終會好啲咯。梳化旁邊仲有一張中太床，可以做全身按摩。出返嚟桌球台旁邊嘅小廳，部長又話呢度升級過，咁我睇咗成分鐘，真係睇唔出有咩撚區別啦。佢就話之前係灰色，而家就換咗橙色。呢個我唔知道點評價啦，不過都算啦，佢哋有心搞改造，都算係好事。跟住佢仲話大堂嗰度新加咗一個咖啡機，過嚟睇睇啊。呢個先部長擋住我鏡頭，價格就10蚊一杯，同出邊市價差唔多咯。不過我平時就唔多飲咖啡，過嚟望下大堂。今日其實就唔係週末，但係都幾多人下喎，唔知係咪太多人唔使返工，定係新能城呢度太過吸引呢？然後大堂後面呢度新裝咗一個迷你 K 房，可以坐到1、2個人。我試咗下音質就麻麻地啦，不過呢個係免費提供吟唱，所以就唔好要求咁多啦。隔籬水吧有24小時糖水供應，有銀耳糖水啦，呢個係甜粥。然後下午茶時間未到，等陣再過嚟睇睇。喺大堂呢度兜咗一大圈，而家過去男賓室睇下有啲咩變化。咁整體嚟講變化唔大，不過多咗一個理髮區。咁其實好少見喺會所有提供剪髮服務。望住呢個師傅手勢有模有樣，感覺都 OK 喎。問咗一下價格，小費就80蚊左右。如果有啲師兄啱好想剪髮，又離開新能城，可以試下咯。剪翻個靚仔髮型，執一執形象，技師對你印象都會好一啲。然後都差唔多到下午茶時間。這是我們下午茶新推出的新品壽司，有魚子的，還有三文魚的，然後又新出了各種的甜品。
下午茶时间是下午2点到4点，然后各种水果和饮品是24小时免费提供的，欢迎來欣賞體驗一下。整體都幾豐盛喎。我拎咗碗糖水、蛋撻、生果，然後每款壽司都夾咗一件。講真，呢一個下午茶配置對比其他會所真係一流水平。重點係全部都免費，然後呢張餐台上面仲放咗啲新能城嘅資訊，有佢哋嘅 YouTube 頻道以及客服聯絡方式，睇嚟佢哋都幾識做生意喎。食到飽飽地，行過去房區望望，呢間店真係幾旺下，所以我拍片就唔多方便咯，拍多幾下先就唔好啦。房區呢度就冇乜大變動啦，都係以前嗰隻星空宇宙樣式。行喺呢條走廊上面，真係有啲似漫步太空嘅感覺。不過呢，又覺得呢個室溫太高喎，望上去凍冰冰。尤其最近天氣已經夠凍啦，行喺呢度，屌真係覺得凍上加凍啊！房間裏面呢都冇咩變化，空間夠闊落。咁總體嚟講，新能城呢次升級都幾有誠意，尤其係嗰一個下午茶最抵讚。有多款壽司提供，如果係食埋夜晚嗰餐自助餐，加加埋埋對比外面茶餐廳，估計都食咗差唔多成100蚊啦。用佢哋部長嘅話嚟講，我們這裡吃喝拉撒全都有照應。各位師兄，如果想揾個地方 hea 一下，消磨時間放鬆，嚟新能城呢度算係個唔錯選擇。未嚟過嘅師兄可以試試。不過呢間場都幾旺下。估計好多師兄都有嚟過啩。